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今仔日搁来当来组织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先来转下咱今仔日的圣诗，圣诗278首，圣道组织入圣殿。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来。上主啊，我要专心感谢了你哈，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至高的上帝，我要称赞你的名，所以咱用欢喜的心来吟这首圣诗303首，咱共款咱吟2节哈，来做伙来。圣诗的歌词咧，是引用伫咱的圣经撒母耳下卷第6章遐。当大卫王要迎旨约柜入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大卫王伊是真力专心跳舞，真热情来欢迎上帝的圣神来。要来伊的约柜要来进入耶路撒冷城，全以色列人的百姓咧，嘛拢欢喜，出欢喜的声，所以咱这首诗咧，咱尽量用较活泼的心，咱甚至咱会当来拍鼓咱来学乐咱的上帝，咱来迎旨咱的圣神，踮伫咱遮，好来，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
当成心底我的心，我要学落做，亲像早时代美好。当成心底我的心，我要学落做，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学落做，我要学落做，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学落做，我要学落做，亲像早时代美好。当成心底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当成心底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好，请咱额头来祈祷，咱来备办心来进入咱的礼拜吼。主边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搁一摆自己来到你的面前，要用阮的专心专情来敬拜你，因为你是赏赐阮一切丰盛的主你用所有的好物来款待阮救阮脱离一切的试探甲罪恶，阮要安尼来感谢阿你。主，阮从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恭敬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的圣神引带阮互阮会当进入你的话语进入你的旨意内底，来领受对你所要互阮的教示。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心来听候上帝降临，用欢喜的心诚实的心，圣灵来敬拜伊。
上帝啊，我求叫你，因为你的应我，求你耳耳孔听我的祈祷，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疼，用正手救我靠你的人，脱离伊的对敌。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278首，圣诗第278首，圣徒自节主圣殿，请起立，大家来吟全首。请坐，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万能的天父上帝，阮满心学乐你，你创造天地主宰万物。天父，阮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囝替阮死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互阮因为信就得到赦免，成做新造的人。借着主耶稣基督救我，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我也感谢你赐下圣神的功力，引带阮拍开阮的心门，通接受你的教示，互阮通搁较认捌你，搁较了解你对各人的旨意。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的怜悯甲恩典，受到你慈悲的款待，伫疫情中，所有的会友拢通维持健康平安。借着你赐受的平安，阮通继续搁组织一只来学敬拜，学乐你。阮来恳求，
虽然疫情渐渐稳定，请你嘛继续常常提醒阮，互所有人通放下家己的骄傲，毋通因为有状况有通改善，煞来轻视应该有的谨慎甲敬畏。互我逐工来亲近你，学习用谦卑的心来听你遐来的旨意，并且遵探你的旨意。阮学习对你遐得到坚定的信心、忍耐甲约束家己，通被督互被督，毋通接近阮。上主啊，阮学了感谢你，你是公义、全能的神，伫世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你满有怜悯，你嘛了解阮的软弱。阮祈求你，互阮的软弱通变作坚强。你提起阮一切的重担，你的恩典永远到夜。请你来赐予阮力量。伫世人面前大声宣扬你的真理福音，而且用互相疼痛顺服来显明来你的荣光，互世界人拢明白你的恩典、你的福音来信靠你。下面的时间，请你看顾，请信心甲阮伫的开阮的心门，听你对阮讲话。我讲的听拢受到感动，安尼感谢祈祷拢是父，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读启用文，伫圣诗后壁第24篇，嘛是诗篇第100篇。我来读，请做来启，来引。全地啊，就对上主出欢喜的声。就手学落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就是来学落，咱有缘坐咧，大家来吟诗学落上帝。圣诗第303首，第303首，主，我要学落你。我
甲来享受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诗篇第100篇，我来读。全体啊，着对上主出欢喜的声，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神，伊创造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的门，就用学乐去伊的院，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属甲永远，伊的信息透甲万代。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顺坦以为有的人。这时，请王立伟牧师来讲道，伊特别是用学乐进入神的家。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受新下院来代表来到公教会来分享甲请安报告。感谢上帝，我今仔日用这个题目，用学乐进入上帝厝来甲咱来分享，怎样用敬拜学乐甲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诗篇118篇24节所讲到，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咱要伫这个中间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所以兄弟姊妹，无论你是100岁、90岁老年人、3岁细囝，无论你是公司的老板，也是一般的家庭的主妇，拢会当到伫上帝面前来敬拜学乐伊。敬拜上帝是无有任何阶级，无有即种的分别。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欢喜看到咱开喙感谢学乐伊。上帝欢喜看到咱会当用所学习的乐器，会当来敬拜学乐伊。当咱做礼拜的时阵，参与一场聚会的时阵，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的心到底伫想啥物？有当时咱会因为事情可能拄啊弹无好，弹毋着一个音，词汇我漏交一句话，无事讲道，拄啊讲迄个笑话无好笑，有即种的原因，互咱袂记哩，甲即个焦点放伫敬拜上帝顶面。有当时咱分心有时咱到伫会堂中间来敬拜上帝的时阵，咱无备办好咱的心。上帝爱毋定定是一场真美好的敬拜尔。上帝爱是咱对即个会堂礼拜做了出去，进入咱的生活中间，咱会当成做咱生活中的敬拜者，咱成做一个敬拜的人。当咱成做一个敬拜的人，咱就无需要担心，咱是毋是有参与任何一场聚会内底有得着啊无？因为咱平常时甲主有一个好的结连。咱袂因为讲今仔日即礼拜我出外无法度来我家己的教会聚会，我就感觉讲真罪恶。出外到伫任何所在，咱拢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咱伫日常生活中间随时会当敬拜。你家己一个人的时阵，安静心的时阵，需要敬拜。你甲伫信仰群体内底，三角来交陪的时阵，小组内底团契中间，嘛需要学习怎样来敬拜。所以今仔日，
我要用这个题目来带咱来思考、来分享，怎样用敬拜而乐进入上帝的厝。第一，咱来看，第一就是爱学习大声来学乐敬拜上帝。我要安尼讲是有原因的，因为圣经内底有真侪圣经经文伫讲爱大声来敬拜。我安尼讲，毋是讲只有大声才算做敬拜上帝，毋是安尼讲。我个人嘛真爱用真密的声，这个真密的心、安静的心来敬拜上帝。所以无论大声细声，你有一个敬虔的心，怎样来敬拜上帝？不过，咱来看几段经文，伊咧讲怎样用大声、极大的声来敬拜上帝。历代志下卷20章19节，讲到讲用极大的声学乐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诗篇109节，109篇30节，才讲到讲我的嘴爱用极大的声来称赞耶和华，我的尽力来称赞耶和华。兄弟姊妹，大声学乐充满属上帝的智慧，阿门。大声学乐充满属上帝的智慧。为什么我要安尼讲？你继续听。当时我要甲你先分享的是，大声学乐，不止毋定定是少年人，看起来迄个少年人才有气力做的，是任何年纪的人拢有气力会当做。即马有流行讲一句话，讲你若是要证明你是少年人，你就要去安怎？拍疫苗啊！拍疫苗哦，有反应。当然，总是我要分享的是，敬拜学乐上帝，毋是迄个少年去做，少年的出大声尔。任何的年纪的人会当来敬拜。伫历代志上卷15章16节，15章16节。才讲到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因成做唱歌的兄弟，用琴、用瑟、喇叭做乐，欢欢喜喜大声来颂上赞。19节佫讲一遍，讲因派西曼、亚萨、以坦来大声用喇叭。大声来发出声，出大声。伫旧约中间，利未人中间有专门负责敬拜即个群体，即诗班、希班、亚萨、以坦，就是代表是即摆圣歌队敬拜学乐团。所以因专门来邀请来带领兄弟姊妹，怎样来敬拜？因用无共款的乐器，因用无共款的真水的声来敬拜上帝，互上帝得到荣耀，互兄弟姊妹得到喜乐。有一个真特别的代志，当我伫读圣经的时阵，我发现讲，伫列王记上卷。3章第9节，咱知影圣经有一个讲充满智慧，向上帝来求讨智慧，得到上帝欢喜。这个王是啥物人？所罗门王。所以列王记上卷3章第9节讲，所罗门的祈祷就是上帝啊，求你给我智慧，会当给我判断这的百姓因所拄到的问题。你无予我智慧，我无法度靠着人的智慧，无法度做，无法度会当判断这是非。真特别是，伫讲记上卷3章第9节，才讲到讲求你赐予我智慧，竟然甲头拄仔讲到历代志所讲的出大声学乐。迄是
一个原文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shama。shama 的意思就是爱听啦，安静来听啦。这互咱有一个真好的思想思考，这个智慧，甲圣经另外一个所在所讲的出大声，竟然是同一个字。智慧迄个 shama 嘛，另外一个意思代表的是安静来听。兄弟姊妹，咱伫上帝面前有真做一个知影听上帝声音的人无？咱知影有一个细囝伫旧约中间，伊怎样来听探上帝的声？上帝得叫伊的时阵，迄个细汉的撒母耳伊讲：“罗卜伫遮。”上帝你讲：“罗卜伫遮。”我随时在听。咱知影撒母耳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兄弟姊妹，听代表的是对上帝的专心。敬拜的时阵，毋定定咱看到的是一个技巧，也是即个有真好的技术，也是讲这个外在、这个乐器要买什么品牌的。上重要的是，迄个敬拜智慧大声来学了敬拜，是代表的。咱是有一个听探上帝的声的心，咱知影怎样安静落来听上帝的声。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咱是毋是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咱甲上帝的关系到底是安怎呢？咱有听到上帝的声吗？咱有对上帝圣经的话语中间听到上帝的声吗？这是代表咱对上帝的敬拜。真正的智慧是，咱对身体来唱的时阵，代表咱愿意听探主的声，代表咱对上帝的渴望。兄弟姊妹，如果咱参与伫一场聚会内底，咱无真进入迄场聚会，咱无进入迄个敬拜中间，常常互即个敬拜、即个礼拜看起来是非常虚妄的。为什么安尼讲？咱想看卖，若是今仔日有一位未信者，也是咱还未信主的亲友来到咱的中间，做伙来敬拜上帝，伊嘛是第一遍来到咱的中间。伊看到咱伫敬拜中间，咱伫学乐唱诗歌的时阵，咱无尽心尽力来投入，咱伫遐滑手机，咱伫遐看周报更新，咱伫遐无专心，安尼无法度帮助因进入上帝面前，表示咱无投入伫迄个礼拜敬拜中间，互即个礼拜敬拜看起来是虚妄的。咱看到旧约中间。扫罗王的查某囝，扫罗王的查某囝，有一位查某囝米甲，这个米甲正做大卫的太太，大卫王的太太，其中一位太太。当米甲看到大卫伫上帝面前，伫遐烫白体，伫遐欢喜敬拜，专心全人来投入的时阵，哇！这个大卫的太太竟然来藐视伊的先生，哇！你哪遐见笑，遐敬拜上帝，佮唱遐大声，佮烫目体。你甲看到大卫的敬拜，全心全意的敬拜是虚妄的，总是其实大卫的太太米甲才是虚妄的，因为伊毋知影怎样来敬拜上帝。怎样投入来敬拜？兄弟姊妹，敬拜是一种选择。咱会当讲吗？咱讲一句：敬拜是一种选择。咱做伙来讲。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选择，互即个敬拜看起来是虚妄的，也是聪明的。
我毋是要用即个因果的关系来去看圣经，总是当我每一遍读到圣经撒母耳下卷第6章即个故事的最后的时阵，我就发现讲真可惜，大卫的太太米甲，伊最后圣经家一句话来描写，就是讲，即个人最后拢无到晚年的时阵，拢无生囝。伫旧约中间，咱知影无生囝是一种咒诅呢，无受到祝福。其实我知影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即个人真藐视敬拜上帝。不管你今仔日是搭一个敬拜团、圣歌队带领敬拜，不管今仔日是搭一个敬拜的主领带领的人来敬拜上帝，搭一个同工伫弹琴，还是搭一个音弹唔对。如果咱一直咧看讲今仔日是啥物人带，我就来认真来参与。今仔日是啥物人弹我就差不多啦。安尼，我要甲你讲，你根本无伫敬拜内底，无伫即个礼拜内底。有当时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因为咱失去了甲上帝相拄的机会啊。咱的焦点毋是伫上帝，咱虽然来到即个会堂中间，总是即个焦点毋是上帝。敬拜对基督徒来讲是上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咱参与伫上帝中间，咱的性命因为上帝的荣耀，咱得到改变；因为圣神的感动，咱得到祝福。敬拜上帝是表现出咱对上帝的信心，互咱会当得到搁较上帝的引带，上帝的听叹伊的声。知影咱人生的脚步，所以第二，怎样用敬拜甲上帝建立关系呢？我要分享的是第2点，是敬拜上帝带来快乐。敬拜上帝带来快乐。毋知有偌济人甲我同款，伫早起来的时阵，我会看到镜内底，看到我家己，我就会对镜内底迄个家己讲。你真缘投，你真赞，你真有精神。今仔日要去公教会讲道啊！上帝赐你平安快乐，无惊吓。毋知有偌济人起床，看到家己镜内底的家己，会安尼讲。我相信遐个无入捌上帝的人，拢会自我来鼓励啦，自我来激励。看到镜，这是一种训练嘛。更毋免讲，咱是上帝的囝儿，咱应该来鼓励家己，因为咱是上帝所美好的创造。敬拜上帝带来快乐。伫旧约中间，咱看到犹大王约沙法，伊面对3个强大的对敌，3个军队。来甲伊威胁，伫约沙法即个王，伊所有的这军队非常的微细，一看就知影无法度打赢、镇赢这个军队，其他的对敌。总是即个旧约的王约沙法，伊倚靠上帝，伊带领伊的团队。邀请伊的敬拜团到伫军队的上头前，来伫遐大声敬拜上帝，大声而乐。当伊安尼做的时阵，伊的军队就得胜。历代志下卷20章22、29、23节所讲到的即个经节，当伊大声而乐的时阵，上帝就派天兵天使，派这个上帝用伊的法度来，互这个对敌互相来相杀，无任何人会当逃走。咱嘛看到伫新约中间，
当保罗甲西拉因互人关伫监狱内底的时阵，互这个守卫严严固守，因的骹拢上即个骹镣。伫《使徒行传》16章25节，咱真熟即个故事。伫半暝啊，保罗甲西拉因伫遐祈祷，因虽然伫监狱内底，总是因伫遐祈祷敬拜俄罗上帝，其他的人拢听着啊。然后天摇地动，遐个监狱的门拢拍开啊，因骹手的锁链断开啊。咱看到，当咱甲即个目睭焦点放伫主的身上的时阵，大声来学乐敬拜。无论你伫什么款的环境中间，咱会当靠着上帝耶稣基督的保护，耶稣基督的气力来赢过一切困难。当咱大声来学乐的时阵，上帝就断开咱身上遐个苦毒。遐个锁链，我真意外一个故事。当我伫读马盖牧师的日记的时阵，有真好真水的宣教的见证。不过我本身就是一位真爱大自然甲翕相的人。我读到一个故事，非常的感动，就是当马盖伫北部的地区建立超越60间的教会，伊带了真侪学生，其中伊第一个学生叫做严清华阿华。有一遍，伊带领阿华到伫观音山要去爬山的过程，这个阿华真无了解为什么伊的老师要带伊去爬山，遮尔无聊的代志。当马盖牧师带着阿华去爬观音山，爬到1700尺的山顶的时阵，因的手爬山的过程拢捡这边仔的草所挂甲流血啊，因为古早的路无像即马登山步道嘛，爱家己挂草。爬到1700尺的山顶的时阵，因感受非常的野性，非常的忝。马盖牧师早就看到大自然，上帝所创造迄个大自然，哇，非常的伫遐感谢学乐上帝。总是伊所引出的第一个学生阿华，伊阁毋知影伫创啥，伊阁戆戆，伊的心的目睭无拍开，因无了解讲为什么伊的老师带伊来遮创啥。然后马盖牧师带着阿华伫山顶来唱诗篇100篇，用感谢伊的门，用学乐进入上帝院。这张相片就是我伫台湾新学院伫读册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这个背景。当我伫徛伫台湾新学院迄个篮球场的顶面，常常伫遐欣赏伫季节变换的时阵，有真水的天空啊！咱看到的这个相片的正手边下骹，迄个就是观音山，迄个就是观音山。兄弟姊妹，你通了解无？当马盖因带伊的学生阿华去爬观音山，阿华感觉真无聊的代志。当因伫山顶开始唱诗篇100篇的时阵，唱到还袂了，圣神已经感动阿华，阿华已经流目屎啊。圣神一定引带伊啊，互伊心目拍开啊，
互因开始看到上帝所创造奇妙的代志。对迄个事件了后，阿华成做一位对大自然、对上帝所创造的万美极有兴趣的学生。兄弟姊妹，上帝透过咱的感恩而乐来开启咱属灵的目睭，总是咱是毋是愿意投入甲伊做伙，伊临在敬拜中间呢？咱是毋是专心专意呢？咱是毋是会当咱的心谦卑落来，然后咱会当看到，亲像阿华一样，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奇妙的作为。透过今仔日的圣经诗篇100篇，甲咱教示，这个圣经是有经文的背景的。这讲到的是诗篇100篇第4节，用称谢、用阿乐、用感恩的心入伊的门，用阿乐进入伊的院，就感恩阿乐伊。迄个背景就是旧约中间的会幕啦。咱需要对会幕怎样来学习敬拜上帝的态度。因为咱知影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敬拜伊的场所，就是圣经旧约中间的会幕。伫旷野时期，上帝命令以色列百姓设立会幕，会当伫会幕中间，借着祭司、大祭司的敬拜，会当来替百姓来赎罪、来敬拜。出埃及记用16张的这个长度啦，有16张，对出埃及记25章甲40章，总共有16章来记载会幕的起造的方式。这互咱了解敬拜上帝这件代志非常的重要。咱做伙来讲，敬拜非常重要。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最后的时阵，25章开始到40章的时阵，你爱用一个属灵的目睭去读去看，无你会困去。这在讲啥？这会幕的设备，这到底有啥物意义？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100篇。伊才一开始就讲到，进入会幕第一个所要经过的所在，就是迄个门。诗篇100篇第4节讲，用感恩的心进入伊的门，阿乐进入伊的院。迄个会幕的外院，上外口有一个门，感恩的心进入迄个门。进入伊的院外院的时阵，用继续敬拜阿乐。这是一张旧约时代会幕的图。即马伫以色列这个国家用这个模型，以比伊的比例所起造的。咱来会当想象，当咱要进入上帝厝的时阵，爱经过门。对每一个敬拜的人来讲，什么是门呢？什么是门？咱会当对主耶稣所讲的话，咱得到答案。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所讲到：“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就是羊的门啊。”主对的学生所讲的话，第9节所讲的：“我是门。”对我入来会得到安全，并且出入的时阵，嘛会当找到草场啊，会得到安息，得到食物的所在。兄弟姊妹，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门，
当咱敬拜的时阵，亲像咱的礼拜堂后壁遮尔大字敬拜感恩俄罗，是俄罗主嘛？咱有看到无？敬拜感恩俄罗，才有6个字真大，真正的呢敬拜。总是咱敬拜，咱爱需要知影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门。如果你对别个门敬礼，迄个敬拜，迄个无算敬拜。啥物叫别个门？耶稣佫讲，你若是，我实在甲你讲，你若是无对门敬礼犹调。无尽力扬调，对别个所在爬入去、行入去的是贼仔，是强盗。所以咱爱透过耶稣基督这个门，甲上帝三角结连，毋是透过任何的宗教的活动，也是宗教的礼仪。这个礼仪是要帮助咱。甲上帝结连，总是这个礼仪毋是上帝。无论偌好的技术，拢袂当代替这个人是毋是有敬拜上帝的心。所以主讲，咱是草场的羊，是属伫上帝的囝儿。咱爱这伫上帝的厝内底敬拜。咱爱用啥物款的态度呢？圣经已经甲咱讲，感恩的心、恶乐的心，进入伊的门，进入伊的院。毋知咱有听过，一定有听过一个故事啦。咱知影，有人知影阿里巴巴无？请你举手，你知影阿里巴巴？请你举手。有嘛？请下对。阿里巴巴，我毋是讲对方有一个阿里巴巴的公司，我要讲的是阿里巴巴甲40大盗、40个强盗的故事。咱拢知影迄个故事，伫迄个过程中，这个强盗将这个因所摕到抢过来的这个宝石、这个宝贝藏伫山洞内底。有一个门，当因要进入迄个门，迄个山洞的门呢，因徛伫迄个门的外口，因需要讲一个通关密语。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啥物？迄个是啥物通关密语啊？啊？遐大声？为什么不是绿豆开门？为什么不是红豆薏仁开门？为什么是芝麻开门？姊妹，你知影这个故事同款？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当咱进入上帝的厝、上帝的家的时阵，咱的通关密语是啥物？感恩甲恶乐。咱讲一遍，感恩而乐。当咱伫参与一个礼拜敬拜中间的时阵，咱无用感恩甲而乐的心，咱无法度进入上帝的临在同在内底。所以第一，他怎讲的？第一是用一个，一个态度。第一个态度是感谢感恩。进入上帝的第一步，第二就是用恶乐的态度进入伊的院，经过迄个门，然后进入迄个院，搁较大，甲上帝的临在。当你读圣经的时阵，我发现一个真有意思的代志，就是上帝怎样来改变以色列百姓。过去400年，伫埃及做奴隶，用苦毒，迄种400年来的这个心态，遐个苦毒咧，上帝怎样来改变？兄弟姊妹，你想看卖
400年伫埃及做奴隶，需要几年的时间，才会当恢复因的心啊，因受伤的心。400年，因需要偌济时间来恢复。圣经记载，上帝因带这百姓到伫旷野40年的时间，伫40年的时间，教示因怎样敬拜俄罗上帝。总是大部分的人学袂晓，大部分的人顶一代的人死伫旷野，因为因不断地埋怨上帝。因无献上感恩的心，因无看到上帝已经对黑暗的时代拯救因出埃及，进入上帝所应允的一个迦南地。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用什么款的心态来到上帝圣殿中呢？咱需要将人带到上帝面前，迄个人包括咱家己，带到耶稣的面前啊！耶稣是一个门啊，所以透过耶稣进入上帝的厝，用感恩而乐。这就是为什么咱用感恩的而乐。旧约圣经诗篇100篇的回应会幕的时代敬拜上帝的方法。最后用一个新约的圣经来做今仔日的信息的最后结束。伫路加福音19章37节到40节所记载，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伊是用欢喜、用得胜的感恩而乐这种得胜的姿态进入迄个门。咱看到众百姓，包括这个门徒学生，因手摕着棕树枝，伫遐大声来呼喊，还呼叫讲：何山那，何山那！奉主名的来是得到称赞。当耶稣赶进耶路撒冷的时阵，这个百姓看到耶稣，这个门徒看到耶稣进入迄个城的时阵，大声来呼救。因将荣耀归乎这位伟大的君王，因相信伊是君王，犹大的君王，伟大的君王。因甲一切荣耀归乎天父上帝。总是当这个人安尼做的时阵，互一群人感觉真无爽快，就是法利赛人甲宗教教师。法利赛人、宗教教师感觉真无满意，嘛无爽快。为什么这个人要来欢喜，要来学乐耶稣呢？所以39节，这段圣经39节，其中有几个人，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这个学生，对耶稣所讲：耶稣啊，叫你的学生点点呐！伊哪会伫遐出大声咧？伫遐学乐，哪有啥好学乐？你也毋是王啊！叫因点点呐！总是咱看到耶稣并无禁止伊的学生出大声来学乐，耶稣无有禁止这个百姓用奢华的方式来敬拜学乐伊，因为伊知影这是一位荣耀的君王要进入上帝国度的方法的态度。一位君王绝对袂偷偷摸摸，绝对袂对边仔的门入来，伊正大光明入来。这位君王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
伊要带着上帝的荣耀，伊要带着正人的娱乐、欢喜的心、得胜的态度，进入咱每一个人的心中，进入咱每一个人的家庭中间，进入咱的教会，进入咱的社会，进入咱的国家。兄弟姊妹，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世界中间，什么人是上厉害？伫带敬拜娱乐的人，你的模范是啥物人？可能每一个人的答案无共款。如果咱真意爱啥物人咧引带，咱就知影讲啊，世界有名的这带敬拜的人是啥物？啥物人？总是我要分享的是，其实是历史中间。值得咱学习一位上厉害敬拜的主人，引出来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伫圣经内底教示咱怎样，教示这百姓，教示这门徒，教示这法利赛人怎样来敬拜我主。已经教示咱，教导咱进入上帝的厝的方式。当咱无用心灵甲诚实，咱无出大声来对身体来敬拜娱乐的时阵，耶稣对边仔的人讲，对这无愿意开嘴的人讲，我甲恁讲，因若是无出声，边仔这石头拢会跳起来啊，会叫起来啊！兄弟姊妹，真正的敬拜，甲你的个性无关系；真正的敬拜，甲你的年纪无关系；真正的敬拜，甲你的身份地位无关系；真正的敬拜，甲你愿意的心有关系。恁是毋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打开咱的心门，接受耶稣，透过耶稣这个门？进入上帝的厝内，真正的敬拜甲咱的态度有关系。主耶稣讲，如果咱无敬拜，这石头拢会呼叫起来。兄弟姊妹，邀请你，当咱每一遍有这个自责的机会，咱看到疫情愈来愈稳定，咱是毋是有珍惜这个自责的时间、实体聚会时间？咱用上帝所欢喜的方式学习，做伙来敬拜而乐伊。每一遍的自责，无论是大，无论是小，咱用喜乐的心进到上帝的厝。咱搁一遍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到你的面前，阮实在是真袂堪你，阮实在是真微细。有当时啊，阮有无好的态度，阮得罪了你，求主你来赦免，求你来帮助阮，透过每一遍的聚会，无论是大是小，无论是哪一个所在，互阮用感谢进入你的门，用娱乐进入你的院。主啊，透过耶稣基督对阮性命的救赎，互阮得到帮助，互阮拍开阮的心目，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参与伫每一个上帝临在所在。阮知影，真实的祈祷、真实的敬拜，就是阮有一个愿意敬拜你的心。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兄弟姊妹平安，煞只我来用一个影片主要咱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纪念主日，代表新学院的请安报告，咱来看一个影片。
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能力爆棚，变得更近，真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我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堂中间，我用特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召。立案了后，台新致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新学教育得到更较侪认同，相信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较侪贡献。今年3月底，南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新学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竣工礼拜迄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三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新寮的整修。第新学期的开始，台新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今年的疫情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用网络来进行的时，伊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势，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契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新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新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邀请立位兄弟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台湾新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付互阮的使命。感谢过去咱的教会对新学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请咱今年继续用感恩支持新校教育、支持未来牧者的心，来为着新学院来奉献。愿上帝祝福恁。接下来，请三个来吟回应诗圣诗第307首，圣诗第307首，当信心伫我的心，来回应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这是咱奉献回应上帝听甲恩典。因为疫情吼，咱无要传递传统遐奉献地，请随现同工直接来到面头前。请大家起立来吟诗382首，甲第40，后脑奉献直接投伫后壁箱仔内面吼。吟诵请随现同工来祈祷。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毋但赏赐阮，把你所需要的一切拢真满足。主，你嘛互阮福杯满满。主，阮要献上阮的心，阮的全心全意全情来侍奉你，来奉献阮的智慧、阮的才情来互你所使用，成做一个逐日敬拜你的人。主，阮嘛献上阮淡薄的金钱伫你的面头前，愿主你来接纳，来做你圣工的路用。无论是伫教会，还是伫神学院，愿阮拢会当好好利用这金钱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来拓展你的国度。愿咱的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这是我的报告。报告进行先欢迎苏慧牧师来到阮的中间吼。好，今日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王立伟牧师来代表请安甲咱讲道。请兄姐来为大神捐献甲奉献。牧师，咱牧师去新竹教会啦吼。下晡黄金标地上的家庭礼拜，
伫7楼副堂吼，有意愿的兄弟就直接去教会7楼来参加。就免登记啊吼，直接去就会使。第3点，下礼拜主日主心之家老师、学生、甲家长来请安分享伊的事工、献诗甲募款，请兄弟大家来关心带导。下礼拜27。拜六早起9点半到下晡3点半，2022年的事工研讨会会伫咱7楼来举办，请原任甲新任的长职来出席。第5点，咱的迄个乒乓球队吼。有12个人，即马伫慈善教会，愿上帝来带领。彩虹圣诞季狗狗天堂预定12月初5，伫咱主日的时间来做首演，这应该是足侪年的例行了吼。欢迎邀请，欢迎兄弟来邀请社区的朋友来到场来观赏，永早咱遮空间是有限制啦，即马因疫情缓解，所以人数上是无限制，但是可能迄个一寡防疫规定，阮会个还是爱照规矩啦吼。新华队10月30日改选当天，新任的队长是王耀正，副队长是李雪茹，感谢同工的参与。幼小班没屁股吼，逐礼拜早起，第礼拜主日早起吼，10点半伫3楼，欢迎6岁之前学龄前的孩子，甲3岁以前的爱家长来带咧，到场来参加礼拜。顶礼拜咱圣餐陪餐在8楼才是105名，7楼是41名。下礼拜。礼拜的内容甲教界消息请大家家己来看。咱来唱祝福差遣的诗，将一切荣耀拢归于阮的上帝。来唱圣诗第402首，圣诗402首，恳求主领带阮脚步，请起立。银线请黄牧师来接导。咱三个来领受属天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叹、圣神的感动甲扶持，甲恁众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真侪灭岛避讳。